这是的嘞，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蒋阳。本期的主要新闻有：司政边巴次仁在华盛顿会见美国高级官员；藏人团体在联合国条约机构对中国审查前关切西藏人权问题；澳洲参议员珍妮特·赖斯将于今年4月率团访问达仁萨拉。第2届藏传佛教与精神分析研讨会在台北召开。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曲真根康女士会见欧洲议会议员。日本支持西藏团体警告中国停止干涉西藏的宗教事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三2月8号在美国国会大厦拜会了国会众议院荣休议长南希·佩洛西女士和国会众议员吉姆·麦戈文先生。在会晤期间，司政边巴次仁向2名议员介绍了有关西藏境内的局势，而南希·佩洛西女士和吉姆·麦戈文先生强调他们将继续支持西藏的自由事业，并讨论了未来实施的相关计划。当天，司政边巴次仁还拜会了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新任主席克里斯托夫·史密斯众议员，国际深远西藏运动理事会主席理查德·基尔先生通过视讯出席了会议，而驻北美代表郎杰曲珠博士和国际深远西藏运动临时主席和副主席则陪同司政拜会了上述议员。司政边巴次仁还于上周四拜会了美国国务院人口、难民和移民事务局和国际开发署的负责人，并与2位负责人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制定了未来的行动方案。当天下午，司政边巴次仁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持了一场关于西藏和中国的讨论会议，并发表演讲。会后，司政边巴次仁在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次称嘉措先生的陪同下，在驻北美办事处与多名中国知识分子、民运人士和学生讨论了西藏和中国的形势和未来规划。在圆满结束对华盛顿特区的各项访问行程后，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五2月10号开始对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和犹他州的盐湖城进行了访问，与当地藏人民众和学生进行了互动交流。在抵达丹佛市的当天晚间，司政在当地藏人协会的礼堂中向藏人民众和学生发表了讲话，随后与当地藏人青年进行了互动，向他们介绍了西藏的历史等议题。结束对丹佛藏人社区的访问后，司政于上周六2月11号抵达犹他州的盐湖城机场，受到该州藏人协会主席、前议员和藏人民众的隆重迎接。随后，司政与当地藏人青年进行了互动，并向民众发表了讲话。在结束对盐湖城的参访活动后，司政于上周日抵达波特兰，受到北美藏人协会主席和理事会成员以及藏人民众的热情接待。当天晚间，波特兰藏人民众在社区礼堂中为司政举办了接待活动。随后，司政参观了波特兰周末藏语学校，并与学生们进行了互动。本周一2月13号晚间，司政边巴次仁抵达华盛顿州的西雅图藏人社区，受到该州藏人协会主席和理事会成员及大批藏人民众的迎接。随后，司政在西雅图藏人社区礼堂发表了演讲，并与藏人青年们进行了交流。本周二上午，司政边巴次仁前往加拿大继续展开访问。目前，司政正在加拿大各省的藏人社区进行视察。此外，在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73届会议召开之前，西藏团体的代表于上周三2月8号在日内瓦召开了一场有关西藏局势的视讯会议，
深入讨论了有关中国在西藏严重侵犯人权的问题，以及审议了西藏团体向联合国条约机构提交的意见书内容。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赤列曲吉女士、藏人行政中央发言人丹增列谢先生、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德国分部执行主任凯米勒先生和德国西藏维权联盟的召集人格罗里亚·蒙哥马利女士通过视讯出席了会议。驻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及欧盟联络官甘丹措莫女士主持了会议。与会各界代表谈到了中国政府在西藏进行的侵权和镇压行为，如强制采集藏人的基因样本、中国失败的清零政策，以及强制迁移藏人牧民，在西藏各地实施寄宿学校制度，迫害西藏人权维护者，以及藏人在拘留期间和获释后不久死亡的案件等问题。另外，澳大利亚绿党参议员珍妮特·赖斯女士于上周二2月7号在澳大利亚议会发表关于外交事务的演讲时，再次表达了她对西藏境内人权状况恶化和藏人面临压迫等问题的担忧，同时敦促澳大利亚政府进行干扰，解决和保护西藏和世界其他地区面临的人权侵犯问题。在总结发言时，赖斯参议员表示，他非常期待在今年4月访问达兰萨拉，并与澳大利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全体成员一道觐见达赖喇嘛尊者。此外，继首届藏传佛教与精神分析研讨会成功在台湾召开后，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于上周六2月11号在台北再度举办了第2届研讨会，特别邀请台湾知名心理学家周仁瑜博士出席。周仁瑜博士在研讨会上致辞时，向30多名与会的藏传佛教各教派的仁波切、格西和堪布等僧众讲述了心理学的科学研究和精神障碍的治疗方法。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的佛法导师丹增南卓仁波切和前导师格西建奔钦追也参加会议以及致辞。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先生在发表讲话时，对与会者的积极参与表示赞赏，并赞扬了与会的心理学家对佛教哲学的认识。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曲珍根康女士于上周四2月9号与欧洲议会议员拉萨女士举行了双边会谈。在会谈期间，与会代表们回顾了立陶宛与达赖喇嘛尊者的特殊关系，以及立陶宛与西藏人民的相似历史和命运等议题。代表仁增曲珍根康女士向议员介绍了中国政府采取的镇压措施和具有针对性的政策。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日本支持西藏团体于上周日2月12号通过了一项5点决议，警告中国停止干涉西藏的宗教事务，包括高级喇嘛的认证，特别是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在当天会议最后，与会代表们决定通过以下5点决议：中共当局的领导层必须停止在西藏侵犯人权的行为，必须让西藏人民行使他们的基本权利，必须停止在寄宿学校中对藏人儿童强行实施汉化教育，必须执行相关法律，保护和发扬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并警告中国领导层停止干涉西藏的宗教事务，立即停止干涉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阿日亚博士在致辞时介绍了办事处的工作情况，并向他们介绍了目前在西藏发生的类似于文化大革命般的暴行和中国政府对宗教场所的亵渎。因此，他呼吁日本议员们对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对宗教人士的迫害和消除藏人身份认同等问题发出声音。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至此，藏历水图新年来临前夕，本周西藏栏目组提前祝大家
藏历新年快乐，罗萨扎西德勒。